今期幫我老豆錄點樣喺 YouGo 自助加油。我哋撳橙色嘅呢個掣開始之後就即刻問你要錢噶啦。你可以選擇加40、80、60或者100呢啲快捷嘅。如果你想加50之類嘅話，你就要喺鍵盤嗰度手動輸入，跟住撳綠色嘅圓圈嚟確定。如果想直接加滿油嘅話呢，就撳中間橙色嘅加滿。你揀完之後呢，就直接嚟到叫你畀錢噶啦。畀錢有兩種選擇，兩種都係需要你嘅銀行卡有芯片先至可以操作嘅。你可以選擇唔使輸入密碼，直接 PayWave 喺左邊嗰邊貼一貼，等到4盞燈都着，跟住嗶一聲就代表搞掂噶啦。或者你可以好似去超市買嘢碌 FPOS 機咁吉入去，跟住選擇你嘅 account 同埋輸入你嘅密碼。畀完錢之後，佢會問你加乜嘢油，呢度唔難噶，你應該會識得睇噶啦。跟住你要加邊種油，你就選擇邊一種就得噶啦。揀完之後，你就可以拎起個油槍準備加油噶啦。加油呢個唔使教啦，開車嘅人都識得點樣加油噶啦。加完油之後，要好好咁將支油槍放返原位。當你放好之後，個屏幕就會顯示你今次加咗幾多錢。如果你要有收據嘅話，你就撳右下角 Receipt 嗰個掣，Receipt 出嚟就搞掂噶啦。